一個51歲男人喺獄中用咗24年時間，由中4學歷讀到完成博士學位，成為本港第一位考獲博士學位嘅在囚人士。佢嘅教育博士論文都係同監獄有關，探討在囚人士嘅學習過程。May I call upon the graduate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Education. 首位考獲博士學位嘅在囚人士係化名阿俊嘅佢，中四輟學，2000年開始考會考，舊年完成都會大學教育博士學位。之前我幻想過好多次，博士畢業究竟係點嘅情景？原來我都做得到嘅。見證佢做得到嘅，仲有佢嘅父母。阿媽，喺好耐之前，你同我講過一句説話，你同我講，阿媽仲喺度，我唔想你走先我，令到我更有動力去繼續去學習。我就係想每一次、每一年都可以有個機會，可以俾翻個擁抱你。20幾歲入獄，鐵窗下苦讀24年，經過幾次遴選失敗，最終用咗8年時間完成博士論文。點做到嘅呢？阿俊話係堅持。我冇辦法可以進入互聯網裏邊啦。我只可以話俾我嘅朋友或者話俾我教授聽，我有啲咩興趣，咁佢哋就會揾一大沓資料俾我，我就要喺一大沓資料裏邊咧去揾翻自己需要嘅資料。咁亦都係要比其他人更花時間、更花耐性去做啦。佢嘅論文亦都同自身經歷有關，關於在囚人士點樣喺獄中學習。可能讀書只係一個背書嘅過程。如果可以令到佢哋產生我都想做一個更好嘅人啊！其實係可以令到佢哋更有動力去學習。如果係有機會出翻去咧，我希望翻教會侍奉嘅。咁尤其是我想侍奉翻青少年啦。連同阿俊，今次有38個在囚人士獲頒學業證書，當中3個人分別獲頒通識教育學士同埋副學士學位。